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咱来讲台湾话日常对答内底，真侪迄个三字的语词。三字的我知国情啊。你要讲迄个月夜愁，要讲迄个波破梦，要讲迄个望春风，毋是啦，迄三字的歌名啦。国情就是安尼，小话黑白落。所以你咧看解文说理，有当地要看较气通论。三字的气通论的论是动词。日本时代人就讲一句话：大日大事典安怎样解说？讲因为人情世事，有当地要看到代志，你要生气，就要个论落来，安尼叫做气通论。勉强吞论当然伫社会现主时，我哪有人应用讲气通论，就是也好气也好笑，对毋？我要转一个解文说理，结果国情咧讲三字的意思，假讲对歌名去，看到气通论归去，遥控器举起来对桌顶甲拼落，人滑头爬起卡龙，哇！这句起卡龙原来是台湾话三字的意思。当然啦，无人迄个电视遥控器拼咧将爬起卡龙。电视内底的人，国情也袂装出来甲你争啊！你爬起卡龙要创啥？国情啊硬斗的啦。一般吼，电视拢甲转掉啊！你唔通甲我转掉呢？我即摆要讲一句爬起卡龙，原来有人斗4字，原来有人自3字讲。咱知影浪，国情头拄我咧讲，赶紧撞，赶紧浪，所以爬起卡龙起卡，就是甲卡举起来，赶紧要走。你若照华语来翻，讲我做拔腿就跑。有影，敢若3字咧表明即句起卡龙的情景，卡举起来做起卡，袂输敢若有镜头扑伫咱的眼前共款。毋过吼，爬起卡龙要撞要走，你有哪会注意安全？因为咱真侪幼囡仔，一个走这边，另外一个走迄边，5、6岁囡仔两个相碰，哇，两个拢转落坐，就是对体后坐落去，转落坐，原来是动词。毋是直接两个相冲相弄，对头前拍落，毋是对后壁退后，转落去、落落去、转落坐落去。这句话，咱讲国情头拄仔咧比例，有缘共款，亲像电影镜头共款，一讲3字，就明，互你看到迄个动作。所以有当地啊少年家，伊袂晓讲转落坐啊，但是咱经过安尼互相研究，讲一摆，我相信讲你出去应用这句话，若讲老辈晓讲，少年家较罕得讲的，咱搁甲捡转来。台语的动词，每字拢读动词3字的，气通论的论嘛是动词，转落坐嘛是动词，起卡龙的龙又原来是动词，台湾话真趣味。